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思乡机，细汉听到思乡机，感觉迄是阿爸阿母的代志。大汉想起思乡机，心内煞有一点仔的欢意。咱甲阿爸阿母做先去，才知影思乡机也有我的代志。思乡机有阿爸的声，思乡机嘛有阿母的影，思乡机有故乡的气味，思乡机是囡仔时阵一个美丽的记忆。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33集，欣赏的是高雄的市建和先生伊所写的《思乡机》。所以，今咱邀请市建和先生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的含义。因为我转来乡村了的时阵参加社团，去社大运动一个社团去参加呢。咱就知影咱这集会因为外口迄个要参加一个活动总会较紧。所以伊是讲你会放松心情所以就种无就将咱的心声，你的心声去写呢。咱就想转来到遮，才知影，就是像我讲的安尼，才体会到咱细汉咧听思乡机因为阮遐思乡机是阮遐算，即摆讲民谣啦。其实以前阮遐人像，阮囡仔嘛毋知这叫做民谣。就阿爸阿母因暗时啉一杯就会唱思乡机安尼，拢唱袂透啦。就要翻几下嘛啦，就一句欢喜会唱，有阵仔无欢喜，心情歹伊嘛会唱。细汉听咧想袂唱啥，咱也是袂迄个在意。真正到大汉有阵去听到我乡村思乡机，你心肝头的小可会眼热，你真正会眼热。即个像转来个故乡的时，老爸老母无呀，你第一想，真正咧。尤其像咱细汉有个责任咱拢袂迄个在乎啦。等到爸母无伊咱真个代志。阿爸阿母咧讲的时迄阵讲真诶啦，只是咱拢少年诶关系，也是毋知影，是拢无啦算一回事。所以咱就用安尼心情一来写出这首诗安尼。记伫这我主要写迄事代志记伫这其实因为咱迄个啥台语用字咱无正深因为阮有读台语字美这班林凤珠老师先生伊咧教咱先，所以我嘛有写迄事拢像这种字伊就留阮做修正
做修正，所以包括像讲记忆哈，像咱若以前我咧想，咱拢会讲记忆啦哈，其实记忆是，其实咱咧讲诶拢讲记忆啦，咱讲记忆，毋过咱袂晓写记忆，咱毋知影要安怎写记忆，咱就来写记忆，但是讲诶是嘛讲记忆，就阮迄个林芳洲老师伊就讲。我记得是爱安尼写，想讲这种代志你有记有记嘛，这最嘛是像讲一种智慧嘛，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安尼，伊就变成一种你思想安尼嘛，是不是？细汉听到思乡机，感觉迄是阿爸阿母的代志；大汉想起思乡机，心内却有一点仔挂意。等到阿爸阿母做先去，才知影思乡机也有我的代志。思乡机有阿爸的声，思乡机嘛有阿母的影。思乡机有故事的气味，思乡机是囡仔时阵一个美丽的记忆。非常有名的乡村民谣所唱的《思啊乡啊机》，究竟是思乡机，也是思乡起？所以，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咱来做正确的讲解。思乡机，咱台湾人无咧对重，无咧注意这件代志，结果是真侪早期是登山过来的音乐家去采录，因无这语感，伊就甲写做思乡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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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用迄个伊的头壳咧想的是思乡起，其实咱甲注意听，单单咧唱的思啊。乡机机啦，绝对是机啊，无迄个起的，各类嘛是甘蔗好食，上头甜，大某若娶了娶媳，这个乡机啊，所以人本来意思是安尼，结果伊再解释做第二去思乡机有阿爸的声。思乡机嘛有阿母的影，思乡机有故乡的气味，思乡机是囡仔时阵一个美丽的记忆。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市建和先生写诗，萧林春老师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